部播咧，些较侪人去看。这个毛毛菇。Yes， 食飽了。食飽未？毛毛菇，你係咪半暝？食飽了，冇食白骨茶。哦，你教只節日了本啊？我教節日了，我要死幾哪日去了。你做咗我死只節日啊，半暝。你食幾隻啊？我這叻個唔要緊，那個規間厝三 volcano 安尼滾。哦，又去洗3點洗嘛？冇啦，你家己啲厝洗，個家己煮，哎呦，個愛燒。所以你去洗3點洗，一家你洗個兩個用，免拍個半死，免煮個半死，一家你後擺趁半搞掂。你嚟驗。John 都來了啊！來咗咯，來了就緊。做，你俾我講。我梅都物件。OK，肯定了這個梅 OK。OK，我笑緊等樣。我特別後尾做呢時覺我只係就覺得有。我食白骨茶。各位聽眾，真唔係歌誒。有啦，有。冇咩教，等陣我開較濟有冇？ Hello. 對晒踢穿你咯。安怎啊？你冇交濟？有啊，我聽到啊，有啊。但係冇咩交濟。當然謝了。當然解啊，當然解。哎呀！你學嘅你知噃，我哋是收你費，先還是人幫配？我人嘅，人講鬼故事，我真係估冇講鬼嘅故事了，鬼就笑臉亂了。禮拜我大白嘅邊度？ 是老椒，估唔到來炒到。Hello， 大家好。了個老椒蘑菇。Hello。個老椒英國調。Hello。應當英國調幾個數字無差別到咁慘啊！了個老椒阿椒還呢 ？Hello， 我困了。 免困，了個有老椒學地都還呢 ？Hello， 了個有新椒我都來無老哥呢？等我想話老闆講，抓，白無，哎呦，做咩叫你名誒？抓淡薄，唔是。 你做淡薄啦，無好食唔是？我是對啊，你自己介紹。我是無米條。抓淡薄無米條。無米條，啊！做乜想要直接飛機嘅？無米條，哎，確定無米條。我係請名，你要入去轉淡薄就是啊。無米條。然後這禮拜咧，我當時咪講鬼故事，就這禮拜冇講鬼故事啊嘛。即係當叫唔講鬼故事我食，唔對。哎呦，該要呢咯，幾點鐘啊嘛？當佢2點9個字啊就，我個未知個。啊，半暝啊？得去 Apple。哦 Apple。我請佢當佢冇食到 breakfast，冇食到幫佢。你半暝啊咯，係4點啊咯。得去啊咯。啊。嚟我俾妹，啊好。 我學你成朝講，我講你話看佢鬼哦？我是唔捌看過。你按照經驗，你相信鬼哦？我是相信啊。相信啊！你講學定同我講，定到你講嘅唔是經驗，係咪經驗？唔知是唔是鬼咧？嚇！我呢就換車咯，尋我嘅 friends 啦。就北京啲有一間厝，拄好我北京啲邊有一間厝是伫我頭前嘅。 你迄個厝裡是搬阿毛花搬菜，搬板厝，類似啊咁啊。然後我啲車會講話吼，你伊個厝吼已經冚甲阿毛無花咯。
那伊方向吼，伊唔會開吼，人開門咪是愛開來看吧，靠有人無人，甚至開咩咩喺看。那伊是開慢慢轉咯，門慢慢喺開到一半，伊唔會開一半嘅啦。แล้ว內邊暗看無看行嘅。แล้ว佢後時我佢講，แล้ว佢後時佢嚟冚到啲慢慢嘅喎。咁呢隻咧佢一行。喺慢慢嘅。伊無成個人開門，咱是慢慢咱開來看嘛。你個後時佢冚到啲慢慢，喺冚到啲喎。然後特別我唔知講伊是唔是鬼啦。特別風吹啊，我未知啊。冇風。你係冇風啦？後邊嘅會嘛有風，你嘛嚟知。就是講風大吹嚟講啊，是唔是真大啦？伊是慢慢嘅。特別那邊厝有伊個家己嘅風咧，厝有個島有伊家己嘅風咧，那邊厝嘛。伊後厝嘅風就是鬼嚟咯。冇啦，因為厝有伊家己嘅 air pressure 嘛。即我就唔知，把你位啲，把你位厝有人開開咩門，嘛是會做伊個門家己開咯，伊邊正門。嗰啲就我喎。我明咧，你我聽到白嘛？我聽過佢哋幾個事實，我諗白邊嘅。白邊嘅。冇攞暫時先冇咧。你慢慢笑，冇必須。哦，慢慢笑。你唔係冇必須啊？呢邊？冇必要。講冇做到啲。我是唔是老啊？我地曉啊？冇必要。冇啦，你是不得有。唔可能我不得有啊腦啊。人講。冇啊，冇接啊，我腦冇接啊。誒，你話梅炒豆仔招起嚟講幾個數，但係乜梅都講幾個數。你到底？幾個數上嘅是唔是我嘅咯？特別我相信咯。我相信，我拄過一道是食久啊，我做緊放工隊。英國啊？到英國咯。我拄到嘅是我放工隊對我厝在1點幾呢，我攞I think 你時上嘅是4月啊，咱人同人4月。แล้ว我開門ไป一厝誒，แล้ว我聽到人邊啊，甲我 say hello。阿嬤啊，阿嬤啊。我唔知是阿嬤是同人 say hello，就同人阿嬤未使 say hello。特別是 hello 啦，有時講用 hello 講啊。用 hello 甲我講，因為是阿尾是阿貴啊，我個仔講。你先講會還是？一見到啲我耳邊嘅。哦呀，嗱你話？我唔敢咯，我就開面，佢咩就去樓頂先，驚個轉了就要。然後你時候，我感覺就是貴啊！我個仔講又，我因為我是睡房間到樓頂落嚟房間嘅嘛，然後我喺樓下咧有一個大波睡房間嘅，然後我係隔壁，而且大波係隔壁，呢是一阿嬤睡房間嘅，然後咧阿嬤嘅房間呢，不知道一個阿伯貴先入邊嘅。哦，哎呦！你冇寫哦，我是唔知啦，我是貴啊，伊樣個甲我講，因為我先幫佢帶男家甲我講我啲物件嘛，講我唔敢帶。等陣，喂 ，memory card full 了，等陣。你人就冇 full 個 memory card full。係啊，你話 memory card full 貴都知哦。大家都而家未用啊。細咁唔掂。OK。我接觸一部電腦嘅事。你 live 了未？我馬上查先。試試。跟住要拍攝melody。Nhẹ Bạn lại có uy thiên Bố biết cào đánh nhau quy khát gì bộ
OK，來就會去講歹勢。我 memory card full，我唔係 memory card full 過啊！咱就是講頭先講兩點鐘。你講什麼？我話你估無嚟講啊嘛，所以咪估咯。OK， 所以你講你樓下邊有一個人睡厝嘅，伊一個阿伯在邊講。啊，無，迄一個阿伯是唐人嚟嘅，伊是一個香港嘅人嚟嘅。咧伊過身在邊位？咧過啊，咧即個厝主哋睡迄個房間吼，只有按摩。哦。我咱規間厝內邊遐是有4個房間嘅，兩個房間是我樓頂我甲我囝，就是講我甲我一個，我囝兩個一個嘛。แล้ว樓下呢是一個香港嘅少年家啊大，แล้ว有一個按摩大邊位嘅。แล้ว迄個按摩嘅房間呢是一個老伯過身了嘅。你聽到大時你捌拄過迄個老伯過哦？唔捌。就是依家冇人甲我講嘛，啊，我唔知講有。咁啊，咁係咁知咗咧？啊，到尾是我大邊估咧，人甲我講嘅。我大邊差不多10年啊8年10年，可能咧貴啊甲我講嘛。แล้ว伊樣是講是唔知是唔是人會甲你討價，甲你 say hello 安尼款啦。我唔知啦，我拄着一道呢款了咯。特別，你聽的時是你就是去，你都一頭買去插講是。我無去插伊，我無去印啊，無去蝦米本好，成日驚聽無呢款咯。因為佢驚了嘛，你個剛才講話咩？啊，到底冇嚇，因為我係把隻舊咧嚇，我驚啊吧3間厝，就是舊我係厝咧嘛。แล้ว我咪開門咯。開門要去樓頂嘛，แล้วว่าที่開門點先時就都隨隻鎖匙嘅嘛，แล้วก็嚟開門嘛，都隨鎖匙聽到啦。嚇，แล้ว我個一個要甲你講嘅呢是係你我亂隻股咧，我個冇甲你講過，隻股咧冇甲你講。喲，來。哦，係你唔是我係我一個朋友嘅，本身就係英國嘅。伊迄間嘅 restaurant 啊，或者韓國嘅攞甲你講。或者我去，你坐去。啊，你係是來時，我坐你去。伊即間餐館啊，是伊厝主來，就是一個阿伯來，按摩嘅阿伯來。然後伊是after 伊賣即個餐館去，互我一個我嘅朋友嘅頭家是人馬來亞人來。แล้ว伊賣起來แล้ว即個阿伯嚇，伊是厝主，伊是無走嘅嗰個。แล้ว我係一個朋友呢，佢是。佢是點厝來啦，定到？較邊位嚇講金是只大位點厝啊，甲你講。真正大位嘅就是 Green Park 嘅位啊，只大位遐邊位厝是點厝啊，好下面嗰本真正貴嘅點厝，水本貴啊，邊冇英國啲應該是會知啊邊位，所以後面知迄邊 area 啦。所以我朋友呢是到遐邊位做 manager， 我嘅朋友就是介紹我聽邊咧福建嘅咯。哦呀！伊是聽咧，伊是無講啦。伊是聽嚇，伊介紹我聽邊咧福建。你是介紹你嗰間厝，你嘅名是你聽，你樣個聽下。我朋友介紹我聽咧，我就介紹我嘅囝聽咯。我介紹，係時我驚就細漢啊，你叫。我講臭話唔可以聽啦，咪你叫。所以我介紹我嘅囝人聽。然後係我係你朋友呀，我係你朋友伊隻大膽，伊淡薄目睭有可能會看到這物件咋。แล้ว我朋友就係做 manager 嘛，佢哋是當然冇做啦，你估啦。伊做 manager 就係邊個意思嚇？แล้ว每一年嚇 Christmas 啊 ，Christmas Eve 啊，有拜嘢咯，就係。哦。一隻香咁嚇，一隻香咁嘅。佢哋阿伯隻香嘅，我講，伊啊把佢喺邊面佢出嚟打波，我講。我冇記。佢查某唔知講你得罪伊，把佢去個就已經掉啲邊。แล้ว我朋友佢講嘛，啦，你若是愛加州我 waitress 啊，我明年去我買牌你嚟講。伊講你若是愛加州我 waitress 啊，我講啦。伊講你若是愛我牌，你若是愛食呢，你就問加州我講。แล้ว伊嚇，因為你知啦，人英國這邊位啊，有 basement 嘅嘛。แล้ว個樓頂嘅嘛，對唔對？แล้ว伊人喺邊位係餐館食少互囡仔去嘅咋？嗰時係食 high class 嘅所在啊，一食少互囡仔去嘅。
แล้วจิตตาเดิมซาซีนี่อีหลังตัวไก่講係講我有內見啦，嚟特別話內見啦是隻怪嘢，無講亂亂走啊，個就人咁樣啦。有嚟見啦，佢產品就係就亂嘅嘛，對。แล้วหลัง無熟㗎嘛。你係講我隻內見啦是隻怪嘢，無講佢講亂係咪咧？樣就 OK 咯，咪可以企咯，可以企啊！即係內見啦，看到是阿伯㗎咋。喲。喺內見啦，坐啲樓梯卡而嘛，而家是 basement 嘛。樣子坐啲樓梯卡，而家看到呢度門嘅朋友啊，依好似你安哥是住嚟嘅，講到啲樓卡行起來樣，因為朋友債嘛，我同你講講啦無邊層嘅你講啊，因為朋友債就要，我朋友債就，因為就當嗰時個朋友個神打，咁講個打到啊，看每樣就要，你個朋友被算小嘛，朋友是查甫啊，查某，我朋友是查某嚟。我講你聽，一看到這個啊，一到啲 CCTV 位嗬，我講你聽啦，伊有 feel 到有人喺邊邊上，伊阿妹是人一探店，伊被算小，被 cashing up 被個了，被下嚟到啲 save 邊個了，伊個係東嘢嘛，一咪無人個了，你全部係人，所以我朋友就聽到聲啊，你就要，一聽到聲，我朋友對住佢要看是唔是阿你阿伯，你就要，喲病，啊，伊就好了，你一看無。看無就馬仔去早伊去店誒，伊去開 CCTV 看有阿伯哦。แล้วผม看無阿伯。伊病啊，伊無驚。因為伊甲阿伯講嘛，你若是歹死啦，你明年就無通食錢了，無拜你樣。如果你若是家家照這邊嘅餐館嘅人啦，我無拜你嚟講，我無Christmas Eve我無，因為Christmas Eve有工人有食啦，แล้ว不如有係錢就可以食另番啦，you know。celebrate 嘛，所以伊無咪家找我嘅朋友嘅咯。แล้ว有一當是伊工人唔知講係咩物件啦，唔知是所講話什麼唔知咯。哇！一把佢打去嘅，打去啊！แล้ว伊工人又咪又冚掉嚟困咧，伊樣成個係死人啫。哦，我同你講。報名啊？伊是報名條把係咩？伊是阿妹係小工啦嘛，樣個佢俾什麼小工嘅咧？嚇！你能講話是唔知講係咩？你現在你嘅到那做點物件是劈安尼擺啊？劈是擺落去啦，伊就困落去咧，嚇困落去啊！แล้ว伊就也家己也多冚家己嗰隻。哦。แล้ว樣就成個伊困嗰隻要。แล้ว無理由嘛，放工了嘛。伊條擺是有人看到，還是個人吹到伊到啲頭殼？咁咧人吹無伊，原來伊困入邊。哦，所以人知條擺啦，還是？แล้ว你จะมีสูว่ากับลูกก้องว่าผิงยิ้วหนึ่งคนเนี่ยว่าผิงยิ้วควาเดียวไว้ปลา你朋友看過你擺，yes，掉啦。伊ควาเดียว你知我ผิงยิ้ว是不看佢ไว้ปลาแล้วจุดตั้งเดียมจะ是ไว้ชูอังกองเซ่มาเลเซียบัดแล้วบ่ว่าผิงยิ้วตัวเป็นนั่งไงมาโอ้ตัวเป็นนั่งไงค่ะตัวบัดแล้วมันจะตัวเองตัวเป็นนั่งบัด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ไงชูดูเขาไว้ชูอังกองแซ่รู้ใจอยู่ให้สิว่าปลากวยสินเนี่ยเว้ยแล้วว่า平日就嚟我講我能做อังกองแซ่有煮係嚟借vegetarian嘅有可能食嘛我講你愛食你就過來食咯伊講 OK 我先去拜อังกอง先去添油又講我咪就我但是 OK 咯你咪來咯一來全部話你就要因為我冇贏嘛after 呢時除咗我時就同我講伊講阿神伊講你爸是唔是有燒地嘅？唔係話就我講做斜嘅就，我講我爸燒地，你冇得看過。我就唔係話朋友就，我講我爸我係直啦，我朋友唔捌看過我係直嘅嘛。你我講，誒你對唔對？伊講係咯，我看到一個人啊，梗係想到你爸呢，伊講是咯，我去甲我所講，伊講你嘅朋友是有迄個目睭嘅，伊講。伊看到我爸，我驚人甲佢炸嘢啊，甲佢講。伊講好了。你伊無驚啦？伊無驚，因為伊關事啊喂。伊講伊甲我講伊看到啊，有時伊看到迄個哪裡牛角嘅伊講。就啲迄個 parking place 位啊咩啊，特別要講伊家己念咯。伊講我是來這邊為大爾，我無甲走路 please 問害我，伊家己念咯。伊看到真濟啊！我電講你朋友，個邊靚啊！個邊靚啊！喲，或者佢嚟講啊，喲，你每下。I don't think 伊會講啦。
咪講嘅嚇。伊咪講伊是個聽呢，就是介紹我聽咯。哦，就是自己介紹你聽。啊，介紹我聽。你個聽掉後，你快啲嚟講啦。啊是嗬，你拄到伊時，你拄到咩時，你每直接告訴我，先同我講。有伊會看到嘅，伊會看到，伊會看到物件嘅伊。我真係世界看到物件人誒。哈，伊會看到物件，特別伊有咧，伊看到了後，伊開始看無咯，伊咪去甲走伊嘛。你知有？是哦。你若是去甲走伊啊，伊就有咧比較響嘅嘛。啊，你聽到是話他們是講，你咪 acknowledge 伊登上無看到人嚇。特別我先登無看到嘅時，咪先咧登喺呢邊頭前咯。我當時。我甲你講啦，係我咪你講講美國啲乜嘢嘛。แล้ว我去做學校係咪啊？因為我去廣州嘛，我去是嚟馬考嘛，我去大人嘅學校，我未知其實我卡妹聲啊，我講。亞洲食開角角去。我講我嚟做大呢，我講我哋聽電視節，我到檳城嘅時候，喺你叫咩 Kimberley Street 啊，喺邊有時嚟 Kimberley 學校啊，我到邊嚟望節都成。係你人坐我人去學校嚟啊，伊 staff 啦，因為佢哋會按卡無時教往到嘅 back 嘛。你咪講特警啦，劍嘟嘟。劍活嚟喎啦，劍嘟嘟。咁啊，係你人嘅，佢哋拿嚟就有，伊 staff 啊，伊坐往去喺你房間一本卡妹聲嘅。哦。伊有本卡妹聲嘅，甲你講。哦，所以學校人關事咧。伊樣關事啊，伊樣 as a staff 啊。樣都有做咧，可能超死都就係。所以有時即物件，你講無，你個幾個刺，我阿妹困嘅時候，我是開會嘅，你講開台嚟會。你是學校嚟啦。學校嚟開台嚟會啦，我睇有無啦，人開咯，係講做大呢咯，就一驚啊。你估我唔係驚佢，我是驚一刀是到底係你嘟學校嘅大家諗冇嘟學校定得咁處嘅啊。我當呢個是我真驚咯，你。你 feel 到嘅嗬，你有係你感，你係你可能，想講你感覺到冇咩好事啊，你會 feel 到，想講你 sense 到嘅。我 sense 入面，我唔知是我只 sense 到㗎，還是我阿仔嚟啊，仔。佢係諗我話。係咧，問呀。問家啦，我亂呀，寶貝。係啦。有，我是 sense 嘅時候，我是去讀，我 book 咧就間學校，然後我就走去讀 in review。睇 review 咧，就是大單人寫 do not go there, there's ghost 啊。แล้วก็寫講你聽到人wheelchair 嘅聲啦，還是鐵盤嘅聲啦，嗰啲物件啦講，แล้ว我都冇講真正驚我事。แล้ว我個位置嘅就話做隻落去，令到位置嘅就話有 modeling 嘅，所以就往時落去 audition 啊，甚麼翕相影響。我就講，我冇去 KL，我對對面嚟，我就對人去。對啊，所以3間2間房，伊位置教位置就我就做隻大，然後我自己就做自己大。你我講阿妹要出去嘛，我要找我個人朋友個人，你估冇找到啊？然後去找我朋友人私人面了，就嚇我呀，講，哎呦，看你迷失你來嘅啦，咩物件？我講，有時我就驚你講，看你電梯就開起來時，一個 wheelchair 人就啲個較單路嚟嚇我。แล้วว่าดอกสิ่งที่มันรู้นะว่าสิ่งว่าเป็นก็เอาไม่รู้อะไรตัวกันว่าอะไรแล้วจะแต่กงกันกงว่าแล้วพักขอแล้วไม่คน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าไม่บอกปังว่าแล้วจ้าอ่ะว่าคือขี้เหล่าเต้งสิว่าไก่ลุ้นเนี่ยว่าไก่เกียร์น่ะสิ講啊ว่าขี้เอาว่า係隻lão係哦呢啲是คุย啊ว่า冇差不多看到冷嘅是คุย本好ว่า是成長嗱呢骨特別好我個大寶我係女我接夾房間我開開嘅了，大間嘅開，房間嘅開，大趴嘅了，有陣住我就開嘅了啦。開嘅了，我困咯，我當面困時，我個驚講我唔敢冰成褲，我叫我冰回來時看到咩驚。你困到 OK 了，我冇咩困，我對嚟時已經3點幾啊，所以我是搭起我係目睭，我哋攣目睭就係鼻血嘅，萬一就炸起啊！我炸起時我聽到。嗰時啊，不，我啱咩事？我有聽到人講鐵盤嘅聲，我有聽到鐵盤嘅聲啦。特別我是想講你是人 restaurant 啦，還是人你像是 staff 做物件，特別係暗門咧，係4點幾嘅。我睇到人寫是我想對寫是咩啊？你而家頭中槍乜鐵嘅嗬？
你下啲基本啊，為啥咧 restaurant 呢一連可能呀那聲，咔那聲咯，我是聽到那聲。然後我就講，不要緊，愛回嘛，我冇插伊。有時早起我聽到咔咔咔聲時，我笑，我講笑，咪嘅來啊！原來我看到嘅是我係 plastic bag 來，烘吹 plastic bag 烘時吹一夾嘅呢，夾。我個清氣，我冇佢咩冇咪困掉咯。啊，一名我成日驚到佢名，我驚，我平時冇呢驚。誒，我甲你講下轉下，我家己經驗一道啊，我生啊不來真嘅事咯。嚇！不來真 positive 嘅事。不來真 positive。我生時我到啲檳城嘅嘛，我到檳城生嘛。人或者啲故事啦嚇，啦我講嘅即 hospital 就我講到 Burma 啦嚇。Evan 嘟啊！哈，邊位咯？แล้ว我生時我開刀嘅嘛。我生然後，แล้ว我困嘅時候嚇，我是家己無咪知你知。我喺房間是4人住嘅嘛。แล้ว我一人困啊，แล้ว3個嚇查某啦，甲我講啦。伊講你做咩事？阿妹困嘅點聲時，啲可能殺咗伊甲我講。有。伊講我見唔知你知要，我唔知嘛。咱人成家出來開刀啦，嘛最要隻鬼啊！如果成家你人食大熱嘛。แล้ว嘛是困咯。伊講我你鬼咩？伊講啊，人哋殺咗啊！因為嚇，伊做咩事？伊甲我講咧，伊講啊，你直直掉嘢。人成個人殺戮都掉嘢，人殺戮都掉嘢，我哋整。咁我講有咩？แล้ว第二名是我 feel 到咯。第後一名我個叫可能上線了啦，我冇記得。第二名點先我 feel 到啦。哇！我到邊會5名啦，你知要嚇。後一名我冇 feel 到嘛，第二名、第三名，哇！我被困，你知要。咱嘅即上口就疼哈，我未困喎，你計起紅啊，你知要？哇！你白錯話出，錯嘅，白錯話，你錯嘅啦，錯咗啦，我講你，我唔知是有咩出聲，我是唔知啦，我咪超大，我講你唔愛困，我看講咁我先話你先，你話我困啦，你問啲做亂話，我講我你知。哇！咧係隻咩啊？我好困咯。我講錯啊咩啊？你知哦？做咩我嘢你看呀？走我個人翕 video 嘅嘛。人歸線啊，人教影啊，人立我翕個了咋。แล้ว我看過啊，我翕人歸線嘅時啊，人錄佢哋觀察嘅時候。แล้ว佢哋觀察，仲觀察人啊，就衰仔哦，咩錯啊咩㗎？喲，甲你講啊，咱個查某囝仔你是個無 boyfriend 啊，我聽到袂好勢裏邊嘅，我講咱無關係。咩原來啊，樣是有怪嘅，樣是有啲咩？所以佢未要就叫很咩啊？人正啦什麼物件？樣是我哋講你笨蛋啦。แล้ว我就想到這個物件咋，我紅磡點就想到乜嘢？我出個大聲咯！所以想到係定到嘅事咧。定到人啊！如果是叫做人翻嚟物件，你特別咩咯？你特別惡鬼啦！我捌聽過人講臭話嘅，嚇走有你啦！我咩臭啊！我甲你講啊，我就咩鬼後咧嚇，我就好困，我好講。我唔รู้啦，你講定到你翕 video 嘅時做，你更觀察啦，因為臭話一出來人未聽到咩？唔要緊嘅，我講我聽我捌看過一道呀。伊人種觀察人呀，伊人落佢哋關嘅是大嘅，我是講大嘅。大嘅事到底大嘅事嚇，我唔是講笑嘅嚇。伊人大嘅事呀，伊人觀察嘅人呀，伊人拿一個刀啊，到底佢哋夾觀察裏邊有一個角啦，觀察四角嘅嘛，對唔對？一拿刀斬一地觀察茶嘅。觀察棒啊，是唔是？阮講，對。一站喺迄個樣是有用嘅，知啊？若是講有較一日有人啊，若是去送生啊，是家己人啊，啥物有上到人無好事啊，啥物哈？你去到你這觀察店了，你甲個人講我愛第時嘅，啥物月聲誒，幾點嘅，伊人有即個茶，互你夾去泡水啉，
會好，哦，這是我嘅經驗。哦，所以伊人是你明白講咩嚇？伊個喺啲茶，伊個去燒起來啦，伊特一寫你日子落去，寫你日子係你人嘅名落去。所以，若是家己人，若是朋友，若是有出事時吼，伊人就去問嘅嘛。所以啊，時候燒這個來幾號幾時？對，你去到啲迄個觀察點，你甲係人講，係人有燒，伊人有燒 ，maybe 10頓單先啦，你就合格了啦。哦，是叫講人成日搶掉啊！對，佢搶掉什麼點樣是？啊，你一家迄個迄個觀察係查嗬，伊人唔知有冇洗講嘅嘛，人迄個叫咩？觀察點有洗講嘅嘛？啊，伊個你念，一下一念啦，你包就對一個唔抓佢呢，就 OK 啦。一查咗念咧，一查時間。冇，一個喺度查，喺度觀察係啲凹位，我佔呢係水啊，แล้ว念。อันนี้เขาเนี่ยลูกยังโจทย์เขาเนี่ยมีอย่างลูกที่สี่จะเลย 我唔知喎，即係物件，攞咗我唔知。我家己去翕嘅 video 時候，我捌看過人做咧，佢哋咯，你樣咩真真菜，我甲你講，你是一個大波，你本聽袂落你啊，哇唔係吧？我甲你講三大本都咩出來，呢是要大條是綠，或者綠是黏。對嘛，一條啲。出來人有啲哦。出來有啲嘅，你出來人嗰陣時嗰啲，裏邊冰渣未使看，你看你媽掉。哦，冰哦。啊，我咪叫你邊冰渣你未使看嘛，怎麼嘅嘛？誒，你把翕過啊？成個人接關嘅事啊，接過茶是乜叫未使看？冰渣嘅叫。我冇冰啊，做咩屬於叫你冰渣啊？我哋人就炒什麼啊？你學劍氣咪咁企啦。係咯。冰渣我俾佢寫個冰又唔敢睇咯。好啦，所以你上個樣厲害嘅，呢個你冰渣嗰啲人未使看嘛，特別我講我唔要緊嘛，我講我 video 看嘅嘛，我camera 看就自把看。你講叫我翕到一刀啊，我翕呢字我唔捌驚，我翕到一刀我驚㗎，一禮拜未困。喲，講佢個大波嚇，伊是着風死。着風 stroke 啊，着風上面你知要是架安家寶到啲 sex 時啊，伊着係有三擺是着。伊規身軀烏個了嘅啊！伊規身軀烏個了，伊把刀碰起來嘅，伊把刀碰到起來呀，伊人落關嘅時啊，伊會即大鼻落啊！啊，我甲你講。video 還是翕小影還是 ？video 啊！喲，我翕下你啦，一禮啦，我驚一禮拜我未困。我係爸啦，係哦，幾好笑呀！我係爸帶我去吉隆坡，帶我去食飯啊！我去 relax 去 relax 誒，其實我戇嘅了，我捌看過你，我當時講話掉，嗰時我個無教應，還未學，我人係未曉啦。啊！誒，很死你知有？你看，做你知你人個別人同我講。啊，伊人厝人講嘅。我厝人講。啊，厝人講是掉飯啦，只少年嘅係少年嘅啊。哦，你看伊白嗰啲餓呀？啊，伊規身軀餓個了。伊規身軀餓個了，迄個是因為伊隻過身了啊 ，the next day 就被落關了係嘛？是你，伊袂使係古嘅嘛。哦，你看啲是有清衫好時嘅了啊？有清迄個人迄個啲迄個布啦，我哋咪就咪我哋唔我哋登山係衫嘅。有迄個壽衣啊，人講。壽衣啊。有。你看到時，伊講伊把刀劏起來，時伊關個冚未落。啊，冚未落，你我看到一刀是可以寫出嘅。安怎你係你做到佢特別驚？你是看到伊把？我看過，我就都翕到是老人啊，你看食好死嘅嘛，必須嘅嘛。你明唔明講？無講紅險咩老人，你就講咩有驚有字。有病我加去翕啊你啊！啊，我個翕到個一刀是去學去燒死嘅嗰個死啊！佢成個成個灰團咧，我一卡手個咧揪掉未落啊！嗰啲死人經會攞出來，做咩做樣嘅翕片，樣 claim insurance 嘛？哦，所以伊人有啊，愛有可能 proof 嘛。你開始請你翕，咪是出來人請你翕啊？係咪？出來人請翕嘅。哦，成個人翕夠硬，特別你冇翕白樹本嚟翕咪好啦。有，我有翕啦，人稀樹白樹咪個咧本嚟翕嘅，我有翕。所以當然不啦，真嘅啊，我人三代啊，翕相，唔是三代是三代。翕相，我係爸翕相，我翕相，我係囝本翕相咯。哦。特別不啦，真嘅當然比我個厲害啲咯。青出於藍嘛。對，老姐就拗了嘅啫。
真 interesting 啦，真實在你講你條去笑嘅事，伊特間伊條去笑咧。佢笑係個隻隻啊，伊是啉酒醉嗰啲哟。伊啉酒醉啊，伊厝啊，你知佢早食熟個人燒波紙嘅嘛？咩是賣波紙啦，一件個咕嚕咕嚕嘅嗰啲嘛嗬，伊燒開隻波紙呢，你知哟。然後伊啉酒醉啊，伊收風機。然後開小厝。小死家己小死家己叫。隻鴨咯，佢哋，哎呦，佢哋隻鴨。你看到嘅時，伊是接過查了未？未，到啲私人經夾出來嘛，到啲佢哋拖佢啊。拖夾出來啦，把你個。你睇邊啲嘅私人經哦，到啲佢哋 jail 嘅對面嘅嘛。佢個經對面啊，但係 grammar 嚟嘅啊。黑邊會嘢咯。你我甲你講啊，黑邊會一個佢哋過世人嘅人啊。我看到伊邊啊，我驚。你見哪看到本口？一行啫，一隻行。一行字，佢哋人啊就40粒子呢就，40粒子成個見哪嚟，但係伊邊隻頂過來點就係你驚嘅。見哪看到見哪口啊？你特別有安尼行。有人佢哋含頭，有人佢泡啊。冇乜咧，別做咧估啊！冇伊別做，佢哋講會掉。伊泡啊，真係佢哋哇！伊隻經驗啲嚟哇，都看到伊啊，牙超半轉啊！喲，真 interesting， 我咱講幾個數 sorry。唔是，咱去㗎就學巴魯伊啊。冇啦，唔是幾個講到咧，是人咪加工歡迎加工。阿加工來，阿加工。加工。咱係扮馬來西亞人群咧，係到英國人嚟講。嗱，比方個春卷啊，聽過啊，波米，波米掉，掉咧，波米掉係幾 BMD 嗰個，波米掉，波米掉，如果當一個小條咪幾個數，是聽人講幾個數。我都想就是你位指引嗬。講下。I TV 就半暝三更12點幾，就bắt到樣尋位子嘅朋友呢，我冇到，佢買物件食，然後買咗物件愛對嚟10刀嚇，愛對嚟時，啲基隆話啦無車啦，然後紅響我啲阿妹嘅名，一個查某兩家隻凄慘嘅聲，我實是有嗰啲聲，伊個聲是比如一個較隻紅，是隻係慘嘅聲，係慘嘅。那伊就是一個 before that 吼，前幾日吼，有一個查某囡仔伊邊互羅哩講事情。講伊聽到伊尋伊朋友啊，兩人唔敢出聲，一頭明明嘣臭狗對厝，立要走咁，狗對厝時，兩人手盡啊開門，伊未開啊。然後佢間內面時候，伊個朋友冇買對啊，講我條尾正佢咧，咪講都聽到，你講有啦，佢冇聽到，伊講聽到一個查某講甲比較隻壓嘅聲，隻壓咯嚇你。啊，伊頭手又伊頭手，隻壓死，就驚咯，你往時樣山得掉未？少，然後個一個是。這個是我人朋友去，話我想去了當，去了當了去邊睡一個 resort 嚇你啊，然後特別我去嘅時你是食濟人咯，了個尋別人嘅啦，了有一個另一個另嘅你，別人嘅你，有一個查甫你，伊是外地嘅，然後我人講嘅經過是日日咯，愛去家己環境啊嗬，然後迄個查甫嗬，伊每時開每時啊。看到一個查某徛條內面，迄個室內內面徛條內面，大個房間。那人伊無變嘛，伊假使假唔知咧，伊就愛入去嘅。你行入去內面嘅時候，你就刷位，家己慢慢飄去對啦嚟。你啊你看，然後一個家度啊，然後無咧就去對咧。佢都係傻波。你交錯啊！我病一個環境嘛。是人啊，是差唔多人。
邊個私你冷盤嘅？ OK，佢私人都比較堅啊，我參個判。私你冷盤แล้วเอาสีกินที่ไรบินพังกินยังหอแล้วว่าเลยที่มาเข้าไอ้อุ่ยเลยที่ก้องกุ้ยกอสูอันเนี้ย講句講笑啊！ก้องกุ้ยกอสู咧จะกี่มันก้อง你講可能冇路上線咯，路人邊櫃也會看。你插巴嘛？你呢邊插巴係炒正正，แล้วกันละ一部炒哦，無風嘅咯，一部炒但呢邊搖。你講伊就是徛呢邊。因為我哋快掉啊！一塊掉咧，講伊就是徛。上我朋友哋看到佢哋喂霸咯，老講佢哋嘰哦，要咁講啊，你包燒地冇咪都，哎呦！你可能覺得俾佢塊是炒啲油啊，咁頭摸層嘅了，แล้ว頭點點咧，夾佢入層。如果佢就炒油本啊？哦。所以我夾邊啊？300米就冇叮當，咁嗱一冇叮當嘅咧，冇風冇下面咧，咁嗱一部炒啲俾油嘅。哎呀，會靠 rabbit 啦。蘑菇啊！嚇？你去食紅燈啊？拄着乜嘢？有喏咧，甲你講嘅。哎呦，咁樣講，大聽。有一個是，咱有 topic 頭一個，這是叫雞龜雞事。雞龜雞雞龜雞事啊！這是講冇一隻啦嚇。OK，我講這是做啦，做本啊。OK，take a break。OK，然後冇坐飛機，坐點鐘，แล้ว ICI 條stiff neck 咯。哎呦，冇管嘅。OK，係冇管嘢嘅，แล้ว冇到過啲荷蘭會過一個禮拜咧，一個加隻啦咯 ，getting worse 啦 ，shoulder 本掉啦。我硬嘅啦。嚇硬嘅咧，你冇見咯，成個lapar你看咯。嚇，แล้ว OK，แล้ว after that แล้ว冇 transit 坐 interline 坐本地飛機去 Berlin 啦。แล้ว冇去到 Berlin 啦，แล้ว落飛機。แล้ว我冇 ask for assistant 嘛，哇！甲你講好笑咯，甲咱人嗬看袂到我 ，I'm the one who need assistant，OK？ 甲咱人嗬去看 Alex， 去看 ICI 嘅超 ，My goodness！ 看伊嘅超啊，你一看 ICI 嘅死嘅怪，act 嚟成家是我，嚟看你 situation 咯。一看到超很巧咧，我啲阿妹對掉成日開車，只要了緊坐 VIP 車咯，坐 VIP 嘅 assistant 嘅車，แล้ว冇坐，แล้ว我都未去車嘛，我啲阿妹喺度看伊去咯，我時攞騎得佢講嘅真係喎，你 assistant 本講去啫。You cheat me! You cheat me! 伊個 ICI 講騙我，唔是你，是伊。and 不要緊，了去了飛機 again cabin crew 嘅了倆嘢超去講係braille 嘅物件嘅了個解安怎樣？你我借你邊，兩百塊。冇插哇！就是，哎呦，你一個情調白件，你個情調白件，安怎要等我食人嚟看呢？等陣咱解釋啫先，就是唔捌蘑菇嘅人先嘅人咧，咪解釋啫。蘑菇 ，OK， 蘑菇是前面，所以未確定，所以你 assistant 是會嚟到佢超蘑菇，特別乜咧就係 ICI 拖嘅。嚇！誒，唔是嗰隻我暗掉下，我對return flight 去到 Amsterdam 啊。ICI 我知道冇出聲啊。冇出聲，應該 enjoy 呢。我假如講一時被 enjoy 係你 moment 嚟講，而家爽咯。我未見人 DL 啊！你我睇呢邊講個計更 back 啊！伊 overhead compartment 就是 overhead compartment 伊也未起嘛，伊垃圾。你我冇計到更啦，就是講咱 assume 伊是你知我，你我唔是，你我自己去飛。我未啦，你伊阿莫管未叮當咧，數路就到變做路到開超伊數，所以人講點講伊是為 assistant 啫。對嚇。我個解講you know how to press the bell？ 我一嘢超仔去幫啊！我同你講啊，
我看到魚，我想到冇魚啦。梗係搞啦，都係梗係醒目。哈，梗係搞咧。OK，then come to the serious one。然後我冇去到 ，OK，個 break 講嘅啦。OK，繼續。然後我冇去到 Denmark 咯。OK，然後我住邊搞我都謝咯。哦，你都有住邊？有啦，because 佢合我嘛。有。你 help Okay. Oh yes, you help Yes 啦。แล้ว我冇去一個拼拍。你冇 share 小影，我諗看下啫。你 share 小影，我看啊。你 Facebook 辦淡薄呢？等陣我做咗兩個聲好唔好？OK，แล้ว我冇去一個拼拍叫 Tivoli。OK， 呢個拼拍啊，有佢哋 roller coaster。More than 100 years 嚟㗎。哦，咁老。真係古早，真係古歌嚟嘅天拍嚟，下有柴，แล้วอีกทีก็แล้วเรากูก็กิ๊กอะไรล่ะ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ฟิวล่ะทำยี่แฟนน่ะทำยี่ฟิวลี่ล่ะมีโจกัง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คีจะได้ coffee cafe จัดอีกอย่างแล้วยี่ cafe เขาเป็น basement เนี่ย basement เอกาสี aquarium จะสูง嘅แล้วอี building I think 是真係古早本嘅那 castle อันนี้เป็นต้น嘅แล้วหมอที่裏邊จักรปี咯จักรปีแล้ว你知啦ICI 卡處度未掉嘅冇 glue 嘅嘛你冇辦法咯佢走去協小เองแล้วหมอชุนว่า我住邊กับอีเหล่า嘅กับอี friend อ่ะแล้วหมอเจดีเป็น講話แล้ว是姐姐啦冇มีหลังอ่ะแล้ว suddenly 有一個阿毛人喺我邊講Oh, he looks so handsome. 哦，安尼好了，แล้ว有影是一間大波行過，你知哦。แล้ว我就邊度對講，注意，這大波是唔是你引導嘅？唔知你知，你都看唔到啦。唔知你知，是咯，只引導，是你引導咯。แล้ว佢講我講，你唔好講做你知，我講冇啊，旁邊邊啊有一間大波，同我講啦。แล้วอีกก็ลาซามิเกียนอนแล้วแม่ขี้เก็บบ่พอแม่ลิงกปีไม่ก็มาแล้วเต็มๆเนี่ยวันนี้ว่าไม่เอาใจวันนี้是好看今天開始好看แล้ว今天end到嘅我愛講了買都買見講冇地表嘅Yes 你咪請你實地表嗎意思係咪嚟？你 assistant 啊，你不當面讀 braille 啦，你面讀咩字頭記得啲嘢，咁樣講。冇咯，你 assistant，你唔係啊，你係一波比如啊。唔係啦，講咧得嚟蝦條片啊，兩句我對 IT clarify 甲別人啊，成日是真係好看，人對對是講要講佢啫，你到底是看到看唔到誒，你騙我。對啊。幾時啊？幾時啦？你有年是以為講看了，要驚到幾冇賠償。小主筆哦。係咯，下時我主筆講，有年是有啊，這邊。特別咁講。上古咧，你上就係佢零嗬，毛毛菇。真係國炸了咯，伊 building 加了咕咕嘅哈。意思係大波先，大波先。大波真係 man 呢。哦。掉一個。安尼看了咯。所以第好笑嘅是迄個啲飛機內面啊，氣死我啦！大隻飛機本掉嘅啦，哎呦，靚嘅啦，笑死佢！我唔รู้啦，你當今被看到嚇，你個有人個驚鬼哦呢？你先是被看，特別你是驚是驚看到嘛？你人就把就被看到，你會尷尬掉啊！無當今較聽會到，再。哦，你都較敏感去啊！你還是你個。較聽會到，這兩年來真係明顯嘅。有當時我那時候有當時暗啊，甲 ICI 去 supper 對來時，啲 highway 有一擺啲講啦，北海咱愛去大橋，先是本真係坐車來。真係 speed 真係坐掉咯，你去 Pro Industrial 啊，你去 Pride Butterworth 咧，甲去大橋，แล้ว迄邊常 accident 嘅嘛。對。แล้วแต่มาบ่มีเดียว講安尼看嘅 story 咯，節目都擺我人แล้ว紅磡到一個午夜時，有一間查某真大聲
哈你聲嘅，嚇，真呀響嘅，真呀響嘅聲。你聽到嚇，แล้ว我嚇聽到แล้ว我講，誒，睇咩事？講冇啊，冇物件，嚇，冇聽到啊，冇係咩物件。嚇什麼？嚇，冇，Alex，ICI 冇聽到，伊講伊冇聽到，嚇，伊冇聽到。哦，伊第一話咁你講票，伊第一度。嚇，喺度邊啊？嚇，你看你物件咯，แล้ว冇呢就是。但是誒咩，有時去卡拉山嘅位去下面廟啦、church 啦，物件哋人愛炸哇係啊！成家人你看掉目睭，然後人家有一個 object 行過，你 left hand side 或者 right hand side，所以你 hear 你會感覺到 block 起啊嘛。哦。嚇，炸掉你安尼看了，誒。人講人靠幾目睭砸掉，嗬，幾隻目睭都是砸你魚啊！想也一隻手冚掉你魚啊！你看，紅一頂上啊四聲魚。哦。แล้ว我都每一時比較有邊啊人行過後，係咪數哦？行過你我係做咩數？冇啊，都冇人啊。哦。邊啊都冇人。feel 到真係哇嚕啦。feel 到你真係哇嚕啊！你看咯。แล้วคิดว่าถูก feel 到咩？佢住住位。位啦。冇啦，冇啦，呢邊呢邊啊，你羅頭位咯，你嗰啲 ，OK， 你係擺位。哦，是啊。嚇，上家是有 complain 真係 old sign 咧嚇，真係舊嘅 sign 嚟嚇，是唔是？甩漆嚟嚇。喂，到落位咯講。你廟羅頭。廟嘅路頭啊！嚇，有一個 direction 嘅 sign，邊對嚇對。這是邊樣嚇？嚇，邊樣嚇，邊樣。然後伊嗰邊有一個 sign，嗰邊上個是有嘅啊，嗰邊嚇啦，古了，應該係去換了。嚇，應該係去換了。換伊個 sign，伊有一個 direction 講，等下是係咪嘅廟啊？對。嚇，一個。你是講大路位啊？你是講對大路位對。大路對面就是喺你廟鄉林咯。嚇，對。所以你嗰邊有可能呀，嗰邊廟鄉林嚟嘛？係是小事啦。冇，伊是講禮拜喎。你講禮拜啊？嚇。伊有 complain 係咪會被教為收？開古了。哦，喺你擺喺換。冇 nobody but 有 voice。哦 ，OK， 我明白啦。是哦，是。你同我講嘅，我在你的錄音，因為聽你啲毛毛菇嚟吹我嘛。他做。咩事？我靠，俾佢叫我靠電話唔係啊！哎呀，嚇死人！我看到正常，我知唔見啦。我是打電話人度嘅。我反正就當佢看我嘅 reaction。Okay, sorry，你講咩？你在第一排。哦，所以你是聽到聲個你講咩嘅啦？知道是。對。OK，佢自己是看無，我愛去找到，然後我找無到伊位嘅，所以第時我成日拍電話予伊，然後真係 busy 嘛，我一定耳愛聽臭豆講話，我一定耳愛聽ICI， 無聽 ICI 講話。所以我真係 confused，然後我就定問伊講，唔知你對行就對啦，對行。然後我行到一個迄個冤家厝邊就是入你厝嘅路頭。然後路頭迄邊位，我定話教我講有看 signboard， 看你嘅招牌嘛。然後我定話就叫講 Alex， 你注意看，有無？你講我什麼都看不到，係咪物件都看無？然後結果有一個。聲，伊就講，你迄個 sign 嘅名，然後特別真係舊了。哦。嚇，伊講綠漆了，真係舊了。嚇，然後就是我上嗰時看無蝦米物件咯，normal了，但是人會聽到蝦米物件嘛。
哦，誒，你講你條裝嘅聲，伊嘅聲點點哦，無聲，聲是。啊，無聲嘅，無聲人嘅，有影是聲啊，明顯嘅，有當時較食力嘅吼，伊會，嘢咩？撲街！啊，係有安尼款，特別一個安尼款嘅聲吼，確實是我拄着是，你迄邊嘅就會明，你迄邊嘅就明。嚇，錄迄邊嘅度邊，แล้ว迄個上個安怎講啊？較暗沉嘅嗬，嚇，伊度會，黃確懂，嚇，安尼款嘅物件咯。你聽會明伊樣甲你講啊？袂啦，袂明白啦，媽袂明白就是講伊當你耳仔邊啲係做完語啦。嚇，你識都你聽。嚇，有一擺，我有影是嚇到誒，我袂記甲你講真正久啦。แล้ว我早來這邊 ，I think 是幾啊？袂記啦，總之是 ICI 老爸過身去了誒。แล้ว ICI 厝外口有一個龍溝邊，有大咱舊厝大擺有一個石墩，互你坐嘛，龍溝邊啊，啲mailbox 嘅卡位啊，แล้ว我諗冇，阿馬斯克拉喂，落頭，咱厝外口對，咱冇換入來摩托，แล้ว咱冇愛落摩托擺，咱去開禮拜會咯。對，แล้ว我冇開，我行去開禮拜會啦，因為我會知講禮拜會咗啦嘛。แล้ว伊老爸講過，哎呦，甲你講喎，嚇，阿是你把酒未看到啦，是？partially 了啦，partially 了，嚇，แล้ว伊講等人話，伊講英語，好啊，你們吃飽了回來了，哦，嚇，安尼看，แล้ว嗬。久了咯，แล้ว佢佢 ICI 真慘嘅 ，ICI 真慘嘅，伊出來伊買學曬。哦。嚇，伊出來伊無愛學曬，伊講伊無愛請人轉來。哦，แล้ว是。嚇。แล้ว特別你聽，你阿未過身時，你知伊聲是安怎啦？知，嚇，แล้ว唔過伊過身時我本去嘛。แล้ว徛佇外口坐了墩位，喺邊講嚇，แล้ว佫有即個皮講，我真係臭片啊東西。哦，你味到。無歡喜。較濟是會味到臭嘅味。哦。當時嘅去殺嘅位，就講坐摩托擺本好，過火車路本好，當時會味到迄個。臭白味，你白爛嘅味，成股臭爛嘅味嚇。然後我就有嗰陣時大擺就會問講，是唔是有死貓死狗喺邊啊？無啊，都無這個物件。別人冇味。你講到這個啊，毛菇呀，你講到這個，我感覺我想到呢一項物件，因為我做工真早，我甲你講，我3點幾就要出門嘅嘛，半暝3個要出閘係嘛？แล้ว有時見講載我出嚟嘛，แล้ว我正出去一個路頭呀，我正我到等於當金大位啦，出一個路頭，出一個家手邊，就是一個網嚟咋。我厝當金大這個出去家手邊就是一個網啦。有時呀，我翁載我嘅時候，見講載我嘅時候，我係變咗真係臭嘅嗰陣。แล้วว่าแต่ดาวก็水班嘅啫，我就แม่ว่าอังลูกปังผุยอ่ะ喲，所以แล้วว่า就是當佢冇講起啦，當佢冇講起，我好像想到啫，我好像想到嚇有時嚇，但是伊在我味到人款嘅味，你知，上個無即個比較奇怪味就啦。都有時我會當見我講起個句，我唔敢大位硬講啊，都崩潰啊，我唔敢妹啊。有同我講有時伊人要招你車字去somewhere maybe。係啦。你講對唔對？所以你頭先兩人坐嘛，後尾是無人坐，所以 maybe 人要招你車嚟啲。但係咪是講定住到底
包未死正時咪是六個禮拜時，對時咪是有味道差別，都是對。啊，有誒。แล้วก็一個吼，當有幾就是啷感覺到，你講係感覺物件對，啷問對處性，啷去百位落車去得落去隻物件是咩誒？แล้ว心裏面計講，請啷 OK，我係幫我係教你這邊幫車了，我你慢慢平安嘅走，แล้ว時你個行，你就是望一頭火車就出對去。有啊，愛食慘咩，食好食咩，但是過大橋嘅時，我甲你講，過大橋嘅時吼，啲 island 過來大橋，แล้ว我到一車位，我感覺，嗰陣有物件炸歪去啊啦，也袂。哦。嚇，แล้ว我就甲 ICI 講了，哎呀，不要緊啊，你莫插伊啊，伊愛過橋啊，同幫咱車，不要緊啊，是載過。哇！像 Uber 安尼款啊！這個無類嘅，就要無類嘅。Uber 這是。係啦，แล้ว盡年我冇去付出國噶啦，我唔係講住嘅厝啦，แล้ว去英國啦，อาจารย์講唔啲，อาจารย์講唔啲，แล้ว我有 feel 到一間大肥。呀！加講來，會知，我有甲伊講。啊，我有甲伊講。แล้ว伊無入來厝，伊喺外口呢。搭波怎麼？嚇，搭波嚟。哦。真係肥嘅。แล้ว因為伊是揸住我耳啊，แล้ว山嘅你會感覺到真正咩開聲了係嘛？哦，明白啊？我แล้ว若是伊真正大地嚟講嚇，伊就會揸你甲真正久嘅嘛。嚇，安尼看咧咯，我是愛看 judge， 我愛看 judge 啦，judge 但是你是對嘅，你看 judge 是對嘅。因為是對嘛，若是講喺你面上大地砸了，你絕對是睇到你聲，或者睇到你紅，你 feel 到嘛，你 sense 我講人呀，伊砸你嘅咁嘅聲是唔是上加幾砸？Yes。我暗去 block 成個你也 block 插到你耳仔內邊。嗱，是講你平常時咧，唔係講鬼啦，你是講你未感覺到人行過嚇，你當然你目睭未覺到，所以你把你會啊，所以我人行啦，所以伊感覺你是上下一種啦，是唔是？無人行有風。哦。人行有風，個嘅臭味。白個啲味，臭白個啲味。啊，臭個啲味，嗰是代表咩味？嚇。哦，安尼看，你點解會前面是你有rasa到你聽誒 sensory 冇安尼 sensitive 當？哎呦，參壁都會去浪我甲你講。韓咗咪數參壁一啲浪？冇壁我都會去浪掉啦。所以等到冇 sensitive 嘅，當見我行到落咧，我就講哦，佢哋有時壁會落哇，咧我行走。你是 memory 還是感覺到辛苦？冇感覺。嚇，陣間有車啲邊啊來吼，啊我家己會曉閃咧。哦。嚇，我會知講 from behind 伊來了 ，OK， 這是。或者咱講前面是咱個做一個 episode， 我俾咱講個了。對，我招幾哪個 member 學你啦。好。伊人 surprise 所咧，伊人佢咧未曉用，我就教伊人。哦，surprise，我咪叫佢嚟講啊。tapi伊人佢咧話解嘅啦，伊人佢咧是啲成都嘅啦。係咪？誒係咪經啲邊領嘅啦？啲邊拍出嚟啦。定呢嘟。seni kau tampo perangai tampo lah. Oh, aja ke perangai. Hilang hilang kan faktor hilang tidak lihai, intelligent. Because hilang Obrel mah.แล้วตรงนี้รู้ Obrel เหรอฮะ Bola, Obrel 怎麼說？啲先用掉。到 iPhone 了。係啦，到 iPhone 咧，我直頭 iPhone Snap 教我講是係咩物件咧？好啦，你使教你睇我都聽啊。佢教我講我頭呢度咯，啲 angle 特別 angle 個。哦，當然厲害哦 ，technology 呢。呀啦。你看你搭下手條人，你看你嘛嗬。
啊，即當個就食100%就有。啦，當佢正字 add scan notes 好啊啦，dollar notes 啊，攰啦，แล้ว color 啦。แล้วบางทีต่อไป是成日我寄 message ให้ลูก時咧，我ต่อไป是要 try 用話講，是唔是可以？冇啊，加了冇啊 ，acceptable，yes。咁我是講用話跟你講啦。會講了個，將講啲嘢。แล้ววังกะละลังหมอที่จับปุ๋ยแล้วอีกอีกจับปุ๋ยที่ย่าอุจเดปตเตถึงง่ายกว่าชุกี้เอีแต่น้ำเขียวต้องเป็นของว่าจับปุ๋ย哎呦，你是唔是愛食？唔知แล้ว舊輩就講唔知講是依家幾人冇哦嚇แล้วพี่อีสิ冇接嚟處啦แล้ว但是騎啲外口ไอ้單汽車ไอ้自車出門嘅時伊本是有啲邊floating 啲邊行過嘅。唔係咁我講啊，不單你就是看到我會有嘅，是你問咁我講啊，我見嘅。對對，甲你講嘅。拜。對對，甲你講嘅。我見啊，英國點咧？英國點唔使見啊？英國點攞隻背先，英國點有掉。冇，嗰陣時冇啲。伊一人，嗰陣時講會記咱做 recording 嘅時，就話做好直接時就冇了，冇啲啊，係一人係 on 了，臭豆樣本來了。對啊，有時這物件你人氣濟哈，樣就無了誒。你你人氣，咱人嘅氣上 strong 啊，上 powerful 哈，樣就無咧。成日我咧咁啊，甲你講咯，我成日是人做人，我個未臭啊，是走個了。臭啊！就出啊！我會Auditu，你捌看過？冇。咩故事？哦，但我 actually 我老咗 ，because 我有一個故事要 share。我 last time 我未記同你講啊。Auditu。你多叻唔有啊？哎呀！你捌看過我多叻咩？我嗰陣時甲你去咧多叻咩？你記啊？我記啊。我冇甲你白去多叻，我甲 Alex 去多叻。講清楚because 我 sorry，because 我到處，你講嘅時我講喂處，你捌嚟喂處咩？錯。OK，อันนี้一個事情你看，last time because 我細漢嘅時我是住即赤潮巷嘅，I grew up in Greenland 啦，so 所以我嘅厝是迄個terrace house 咯，แล้ว我嘅擺厝，so 就係講個最好嘅話，所以我隔壁我是地邊嘅厝 corner house， 所以我隔壁是伊是做咩水荷人嘅咯，所以there was one time 我有知道我10幾歲嘅時，think maybe like I'm 是開始俾 from one 啊 ，from one 啊 from two 啊，你看你是啦嚇 ，OK， 所以有一個 family 咯，伊是家頭毛嘅。所以伊來水外隔壁咧，伊 ground floor 伊嘛 convert 去做家頭毛咯嚇，然後啦，怪只 common 嘅嘛，類似所以伊就所以家頭毛，然後咧伊是一個 family 啦，一個阿媽，然後一個翁家婆，然後點嚟4個查某一個後生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伊 exact。伊驚幾個 exactly 我未記啊，所以一般啲人嚇 ，within I think 3個月嚟，伊迄個阿媽死咗，แล้วbut because 伊阿媽冇是怪老啊，แล้ว冇病啊喂，所以伊是其實老咧是，แล้ว類似嚟等人講我未救啊，所以就係上啲人厝咧是，แล้ว就佢冇加。แล้วยังการ take off the oxygen นะมีแล้วมาซีต่อชุด咯โอเคแล้วแต่after ชุดสองกุยแล้ว within another 3個月嚟邊นะฮะ一頭一個查某死咗แล้ว一頭一個查某是無事healthy 即係拉行咁死去啦，แล้ว
伊是講是伊未衝開，哦，你到安尼講啊，到厝是阿妹啦，類似阿妹啊，頂你是有，maybe 迄是哦，無喎，都唔嚟我聽，伊大部分唔知講迄時個伊如果都唔嚟我聽嗰伊有係顧 problem 嘅，แล้ว就安尼講เรา就冇得啲就死去，แล้ว安尼講咧樣就死去啊尾樣個小大嘅大 maybe 嘅咩話我一年安尼講咧樣就搬走了。แล้ว after 就是來一個 family 講是未學嘅面嘅。所以學嘅如果老好食咯，所以 almost 大家嚟貨的，你一碗嚟食。你意思講伊店厝頂到甲頭毛無啦，了是都變做未學嘅面。對，不，伊唔是店厝啦，伊是 normal 嚟迄個厝啊，嗰 terrace house 咯，但伊是 convert 嚟做甲頭毛。你下即接嚟聽下看啊。對，上下人，你同佢你嘛到，未學嘅面是啲外口，未是到入面。伊當外口賣又大誒，所以嚟講伊是，即係講伊 every time 又撒一打出去咯，所以即係未學嘅面呢是嚟老姨，แล้ว伊嘅翁甲伊嘅即係老姨嘅小弟，所以就未學嘅面就是喺老姨嘅小弟啦。伊古話啦。都未學講啦，係嗰時，แล้ว伊嘅 OK，所以就養起大แล้ว是。樣大，แล้ว大 actually 樣大 less than 1 year 就咁樣搬走了咯。แล้ว of course one 就 still keep in touch， แล้ว伊就搬去 somewhere 之落檔嗰邊。แล้ว佢見只伊學嘅美術咯，對走去入邊食啊。無啦，無對去啦，嗰陣但，所以我有知道講為，如果要 keep in touch 我嘛，所以譬如為，因為特登為媽，除為媽樣去。just 去 like 去 visit 伊，แล้ว伊個，แล้วมันjust like 講下，แล้ว伊就講起啦，伊講伊喺經濟邊係處在垃圾。哦，你講得勁啊！伊喺呢邊。不，我係處是講得勁。哦，伊是我嘅邊。OK。所以就講伊處在垃圾。如果阿妹伊困嘅時啊，嚇，伊困，แล้ว伊看得伊頂頭看伊喺你咩杜頂啊嚇。看到人嘅頭嘅咯，แล้ว類似啦，就阿威啦，就阿多就聽人講嘅時，就對人對厝嘅時，แล้ว我係安迪冇教人大嘅 last time，แล้ว我安迪冇講講，而且伊不有時養 apple 啊嚇，大阿威嘅時啊嚇，如果是養頂到厝伊阿威，唔是講有壁起來，係壁起來，所以有啥鐵機，所以人看來看過，然後啲嘢厝啲嘢全部看到人嘅，迄個灶卡迄邊嘅嘛。我安啲嚟講，伊冇把看到講迄個迄厝有啥唔捌嘅人嘅咯，對伊厝內邊。所以你安啲同佢人嘅灶卡邊看過去。對，大人喺住來唔知人。แล้ว如果唔知，嗰時係看就冇而家啲人。你特別你冇知，你唔知啦，你冇去插啦，你冇去想，冇去大下邊是冇叫垃圾嘅。Because 我唔知，特登咪講，你講你留意 and 你怎麼死嘅時的，伊當時我猜嗰時只 close together 呢。是只 almost 係。然後幾人幾節幾人哦，你不知人死嘅嘢。特別嗰陣咧，你特別往較濟，我人叫講有烘嘅，我大媽你講國那邊 area， 我講有烘嘅啊，佢是一邊啦，有一邊人死啊，接唔去幾間個人死，嗰日接去幾死，伊成。唔係，即係上一間厝嘅人死嘛，所以啊邊就就錯門咯。伊應該去啉刮茶棒嘅水。刮茶機。我對面就知道，我厝頂到我大講國嘅時，我厝對面一間咪上，伊個大波死，伊個老就夾波啦，伊大波嘅紅死，紅哥老咧死，伊過了出山就過，嘅日伊波死，哎呦，多日兩條，我底下是 Bruce 頭一擺去馬來西亞時咯，還是時咯？
我會記講我人叫伊，後尾叫我來 Bruce 咁樣嚟看，你笑伊厝了啊，因為我厝包跟你頭前看就是啊嘛，你唔捌看過嘛，我係 video 我會記。John 你一擺對來哦 coming future 對啊，你個對片領白。冇啊啦。冇咧啦嚇，我冇甲你講嗬，你會記得咱2019年嘅事，咱 after 你會 show 了，咱去 tour 嘛，對，แล้ว咱有去接到一間 makeup room，แล้ว迄邊有一間細間嘅 store room，แล้ว我甲 ICI 行第一步嘅，แล้ว你冇講，我冇甲你講我定唔定我唔係出聲啊？哦，你是感覺到？唔怪我即期去間房間 ，maybe 是 makeup room，我味到真啊 strong 嘅 foundation powder 嘅味。哦，那就冇奇怪啊。係咯，就是冇奇怪咯。但係行到內面即期嘅時，我會 feel 到有一個查某囡仔扶條一個 corner mirror 嗰邊。嚇！แล้วแกเวลาไอ้เจ้าแล้วไอ้ดิฉันเสียรู้ตัวตัวชอเท้าจุกี้แล้ว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ตัวตัวรู้ป่วยแล้วis that how Oh my god ฮ่าแล้วว่าอี how ก็จริงอ่ะจะอะไรใจอยู่แล้วฮ่าโคเลนใจแล้วว่าเขียแล้วว่าพูดจริงอ่ะเก็บซีนรู้ใจอยู่哦，聽就可嘅。我聽了不真啊，其實了我目睭看就點愛出水嘅嚟看。拜咗做你好嘅事啊！嚇，แล้วไอ้เสีย度嚇，呢度講過咗，哎呦，未好食啦，走啦，咩出嚟了嚇。冇啊，唔是嚟看嘅啊，伊是冇 non stop 嘅啊。這是 baby 好啦 ，baby 係一陣咪等是冇就好咧。嚇，一隻四粒子呢，一四粒子呢，樣。媽呀！嚇，差唔多安尼看，唔是，係我感覺到伊是大人，但係伊刮到去邊位。哦，未出嚟啊，可能。像啦，伊邊是暗嘅字哦，嚇。暗嘅嚇，暗嘅 right，無講真係貴，比較邊面。嗰陣時咧無講開就係貴。啊，是啲迄邊咯。啊，我會講感覺就是迄個 makeup room 嘅。誒，望估啊，我捌甲你講過，我係數嘅這樣啊，我唔知我甲你講過哦，我係數你知啦嚇，你知我講住。你知我厝嘛是有迄個黃大仙嘅嘛？對嚇。我甲你講啊，有一年啊，應該是。14，我按照好弟弟我買這個牌啦。啊，你講。龍溝有物件。到這邊嘅龍溝。我愛過一條龍溝啦，較奇怪咩廟嘅。唔是龍溝，迄個是港嚟。嚇，我唔敢過啊。你 feel 到物件係啊？嚇，有物件喺呢邊啊！你又睇你看我徛你外口牌啊，我唔敢入去。唔要緊嘅，迄邊位嘢嚇，我講你聽，因為我係數呀，伊有拜特定季節，伊有拜月尾。哦。你哋唔要講嘅，一拜月尾成日講迄個特定季節樣拜。阿妹講。阿妹講好兄弟。哦。啊，我甲你講啊，我係數，我第二個歌是歸信嘅啦，我第二個。啊。看賣歸信啦，有一年嘛對兒時啊。我就借條，你講下你龍膠啊，下你唔是龍膠，係鋼嚟。鋼，唔係大條嘅鋼嚟嚇，大條嘅啊。冇講真正大條啦，是一個橋，肯行入去來處理。因為我朋友嗰時嗰邊看到我拜。哦。啊，然後我哋有一陣我對伊點時，我甲伊數傾偈傾啊天光3點幾，我坐啲喺8點位啊，我甲伊數傾啊。講啊，一個了我係數呢面對向啲咧講嘅位，了我係面對向啲我厝嘅位。我講啊一半啦，3點幾萬個小啊，3點幾個坐啲外口200公話啦，床頂有冇多床頂嘛？我係數甲我講，喂，好去困了嚇，我人個物件我未講了嘅就要，紅磡叫我去困，你未講。了，我講這個數，我叫你去困，你就一概惡了，你就要，我數只少話講話咧，我哋嘛。
我叫你去困猛講咧借我啦，咁我去困去一房間又講樣㗎。哎呦，我先想接咪接咯，咱就未講了個，未講啦，咁就俾一房間嚟講。今年咧誒，讀馬仔早起㗎，我看到我第二個。哦。你講我看到你二個啊？你講你咁渣喎！你二個咪除咗拍角咧？你講看到你二個，你咁渣，我哋講啊！你講我就講做咩數十蚊咧？哦，咩話我冇嘢㗎，佢咪有一困咯，你咩咧做聲咩話誒？伊講做咩數我厝是有紅光嘛？有可能伊人被接來咯。哦，因為所嗰啲你嚇叫卡對，我以後我一個 picture 是講嘅，無打嘅，為成個影嘅，唔是一圈啊，只一圈你拍了去邊啊？對，我係所點就擺嘅，我係所點就擺嘅。我講你聽，我係所呀，有一年點寫時有哈，伊大日暗暝啦，伊困啦，伊夢上一個夢嘅，大日嘅。夢下咧夢下正過日，你知唔？點點夢到一個阿媽看一個囡仔來嘅，知？點點後尾所看到伊面啊，後尾所直直後尾所笑。哦，伊夢一個字較假了誒，毛毛嗰隻我說我無甲你講啊。伊夢一個字較假了，大日一個囡仔甲一個阿媽，大日來後尾所夢嘅，因為我厝是紅光嘛，有紅光嗰隻，所以伊要叫我所超度伊。哦，可以做破胎對，แล้วว่า所呢度睇緊做咩事？我特日成個日夢上一個夢嘅，特日無理由嘅物件啊，無可能嘅事嘛。แล้วว่า所呢度問佢叫安哥啊，毛毛姑你知我係咪是安哥嘛？啊，問佢哋安哥，佢哋安哥就講咯，佢安哥就是黃大仙嚟來位嘅嘛。佢哋安哥就講咯，如果一個阿媽呢，加一個囡仔要去出世，要叫你甲伊做超度。แล้วไวโซนี่ตัวเกี่ยวกับอันก็ช่วยจีจี咯，ไวโซ俾老人衫啦、囡仔衫啦、古靈棍啦、古靈唔知正我咪個古靈啦，老人嘅啫，明明個啦俾個一大堆咯，俾一大堆呢，就ช่วยจีจี到啲叫嘅位咯，毛毛菇，到啲叫嘅拜，因為伊拉未使接啱嘛。Hello，以後我 picture 是成個係咩啊？成個 gingerbread 人哋講。喂，特別我食嘅。喂，所以特別有拜。所以我所有特別有拜嗰啲物件，然後伊好兄弟啊，成個有時伊叫請我爸我媽咯，啊，成個講係你成個我拜嘅嗰啲咩？伊人你佢知咩人啊？我未曉家己人啊，是咩做神啊？唔知我未曉用嗰啲物件。所以伊有達到去拜，成個好兄弟啊，有哋攞無通食完安死嘅啊，แล้ว伊有拜咯，其實想係人食啦，你看咯。你邊時毛毛菇看到嘅，嗰陣時伊係你有可能。對，伊未入來暗暝。哦。伊未入來暗暝，因為暗來叫卡。啊，伊個叫嘅唔對。因為我朋友看到我爸嘅嚇，我嫂看到我哥嗰陣時就啲叫伊未入來。哦。啊。你講嘅物件是有影嘅，你才有毛毛菇，你 feel 到。我嗰陣時覺得啲妹 ICI 咪講嘢知嘢無嘅啦，你家己想嘅啦，你講嘅是有影嘅。但你愛甲你大嫂講去換你招牌啊。啊，我甲我大嫂講去換你招牌。所以是當今是你講嘅物件，嗰陣時當今你講嘅我聽嘅，嗰陣是有影有嗰啲物件咯。如果我家己看到我知嘛，啊，有那款物件。你講你查你擺時，你是聽到人甲你講嘅事。呀，人甲我講嘅，伊講，你把就看唔到嘛，所以嚇就擺開換咧，什麼講叫 Alex 看無，伊看無，伊目睭掉地，我甲你講，我咧我有氣死佢。看未到，人就看有。嚇！哎呦，你一段時我 sorry 哈，我要走，我轉嗰邊咩？
OK，拜拜。拜。拜拜。感謝，拜拜。แล้ว你是係咪嘛？啲 assistant 是請去用啊嘛？我甲你講啊，迄個佢叫阿媽，甲迄個孫嘅哦，伊是學車龍師嘅咋？哦，迄個阿媽帶阿孫過嫁落學車龍師嘅對，所以伊要出事嘛，伊要出事。阿媽甲阿孫要出事嘛，所以特別叫我嫂要來拜伊，伊才會出事咯。然後我嫂拜時，要互伊物件個咱小小互伊，就甲講，你會使去出事啊咯。所以伊出事啊，伊 after that 咧又伊拜伊啊過啊嚇，伊個互我嫂望過一道。哦，嗰一道嚇。伊個互我嫂望，伊甲我嫂講，我會保庇你囡仔啦，即是我嫂有囡仔嘛，我嫂有3隻仔嘛。有孫嘛？伊講我會保庇你嘅囡仔，你嘅孫平平安安。伊個互我嫂釣字喎。哇！我嫂唔知俾400-500塊物件拜伊啊，釣到對你400-500個。哦，哇！伊成個興累咯，係咯。伊是講我嫂也是你出來喎，伊嘛係我嫂是本咯。哦。我嫂釣對，你講嗰陣嘢你無相信伊。你聽啦，我唔知毛毛菇會記到係你邊領嘅一個囡仔行放票嘅毛毛菇。嚇？有聽過。你有聽過有講伊爸伊嘛到啲北海位嘛，伊有看到伊車牌開起來，有時講伊爸伊嘛唔知釣幾百米鏈啊，แล้ว kidnap 伊囡仔啊。我唔知你捌聽過這事嘅，這個囡仔當機嘛是無死嘅，伊互人也捌毒嘅，捌伊到啲無能地咧，對面大海嘅咋，對面大叫嘅咋。哎呦，了解。伊無死啊！我甲你講啊，伊爸嚇甲伊媽啦，是在啲香港啊，咱人做 T 恤嘅布咯咋。伊爸甲伊媽是在香港是有一個廠嘅，在中國。是做啲，咧伊爸甲伊媽嚇是去香港咧咋。了伊車牌是開咗就有，了人就過看到伊車牌開，人想講伊爸嘛唔得釣咗這類嘅，其實伊爸嘛是無到啲邊領嘅，無到啲北海道沙灘嘅咋。所以人了伊個囡仔呢是有一個印尼港人帶去丹巴索來。你問哪會知你互人拖去車？所以已經有女啊 ，kidnap 啦嗬！我講互你聽啦，了伊媽啦，了伊港人嘛拍電話去香港，伊互伊爸甲伊媽咯。了拍電話去，了伊個爸甲伊媽要買飛機單，對呢無飛機單對啊。你唔是講愛到有嘅嘛？你講對，無飛機單對。了我甲你講啦，了伊個媽係甲伊爸講，伊媽就甲伊，就是講即囡仔個媽就甲伊個爸講，你免煩惱。伊講你帶我去拜香港嘅黃大仙，伊甲講你就要，咧伊爸就想講伊媽，如果實係囡仔人 kidnap 咧，小要就要，無煩惱咯喎，別好煩惱，明明佢都無煩惱。你乜行咯？你帶我去拜黃大仙，你拜啊，舊咱有飛機單對我去，咱係厝啊，咱係結本搞厝啊。咧伊爸就想講伊無小嘢就要慢慢講話就要。你驚可能 kidnap 啦，如果無也無見嘅，無可能會死嘛對。我講你聽啦，即個安家寶啦，伊唔知我厝嘅。伊搞到伊飛機單對來點先是到啲邊領嘅，伊到啲北海，伊叫伊安換車，伊甲伊安講你安尼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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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找到我厝。伊找到我厝你知有，我厝就是黃大仙來嘅咯，我厝邊領嘅。我喺度時我有8-10間嘅，唔知是6個月，大概7個月了，我有心意啫。แล้ว我看到這個有隻Mercedes來到我厝裡，上個啲即毛毛菇講我唔敢對你講，我唔敢對你亂講。我一車特別北啲邊位，你特別行我叫過，你該叫行過我厝嘅車是唔會。你知我教我所做到啲安慰講話，你知有？我講你聽這物件是真真，這是我家己目睭看到嘅，我無講大，無講少，我家己看到。我迄個人呢，就開車門呢，就一個阿爸甲一個囝是看出了嘅是，老爸甲囝，到底迄個外口北京啦，規條入來嘅咋？伊是講規，伊毋是用行入來啊，伊一頭規入來，規入來迄個廟嘅，我甲我所講打掃啊。這個人笑嘅，我要走了，我講我唔敢坐咗前面，佢本來人安尼跪咗入來幫人講嘅。
แล้วว่า所以講，佢咩走，我個爸爸兜起諗唔知係咪笑你講，走住車內面咋，我唔敢講你嘅。伊帶伊囝來啊，我甲你講啊，伊規條迄個我厝嘅黃大仙位啦，磕頭啊，唔知磕幾百里我唔知。哦。磕到頭我車。哦。一拜。而家都係。伊囝唔知 from 1啊 from 2呢嘛？你是？怪大漢本啦，我大漢了誒，啲拜，我甲我所講，這人是唔笑誒？你冇來哦？伊嘛無來，伊爸甲伊嘅囝來呢。哦。啲貴仔我頭殼佢磕個頭殼本盡啊！來人啲貴磕頭啊，磕你知哦，磕頭啲磕啫。嗱我甲我所講，打掃這人是唔笑誒？我問。我講你聽，你看到你看你啊，你唔敢相信。你知哦，伊啦，伊當然是黃大仙嘅客囝來嘅。伊爸是伊囝。伊囝。哦。伊囝。伊講啦，因為伊阿未出事時，伊爸伊嘛常常來拜我個厝嘅紅黃大仙嚟，常常來拜嘅，常來拜。แล้ว伊囝出事啥時啊？伊教我所講啦，伊講你知唔知人掂我落大海嘅時候，我唔是可能掂落去嘅，有人好掉我慢慢落去大海嘅。哦。แล้ว伊把手時候，係碟啊，你知人嘅 silver 係碟啊，好掉咧嘛，你看無嘅嘛。特別伊講伊個正淡薄啊，就是你對目鏡你把手看着，你個看到淡薄灰嘅嘛，你看到有灰嘅嘛，有啊。伊講是人好掉我落去海嘅。伊第二日早起，伊互湖船釣着。你抌本釣着誒嚇？釣，特別抌本人釣湖船釣着。湖船。伊嘛講咯，伊講人對伊個厝，人係驚本舊厝伊講。แล้ว特別伊唔知我厝度得落嘢，特別伊會曉叫，伊會曉帶架來我厝。大王。但係你講伊是拜是伊是出事過一個來點來你厝，你係厝嘅。伊before 時伊唔知到落時。before 時伊有去香港拜。香港拜佢叫。嘛，阿邊嘢嘛，香港拜。伊唔知講我人厝，伊唔知講邊兩戶。特別伊吹掉啦，伊吹掉，對家來是吹掉，所以伊安怎伊人吹掉湖船吹掉咧是安怎對家伊厝？我講你聽，迄個人愛定伊落大海時啊，迄個人kidnap伊嘅人啊。伊是要偷掠呀？伊講你問怪我會定不落大海，因為你爸你嘛無廿鐳來抽你咯。哦。ransom。所以我甲定不落大海，會合死。因為伊嘅爸爸是無發俾條單甲未對來時候。伊是無單伊未對嘛。所以伊定伊落去啊，the next morning 人出去掠湖，人3-4點就出去掠湖啊嘛。叫救到伊咯。幾時點啊？啱咪點嘅？一般咪點 ，the next morning 就吹掉咧，吹掉伊嘛。哇！你安怎一百公里地安怎 survive 咧嚇？你想看伊個巴肚百伊啫。個巴肚啊啲啦。百伊啫。毛毛菇啊！你愛聽這故事，你找我說啦，我說講我聽你驚啊！我甲你講，你聽你驚。我愛聽。你去找我說啦，毛毛菇走來厝，你去找我說啦。我唔敢過你叫。要緊，我叫我說拖你過。你免驚，我叫我說拖你過，你免驚。我跟你講咧，個我講你聽毛毛菇，有時嚇，你有人看你感覺嚇，唔是無好嘅事啊，你知。Sometimes 有啲物件愛 help，你會 help 到本，你知。聽無明白，有你聽無明白，你安怎 help？你但是伊上到好心嘅你看咧，你知，但是去食物件嘅時，伊徛了你邊啊，愛食你物件，你看你感覺。若是講如果 chance 去找我數，你知我為大得落嘛？你迄邊有一個翁哥呀，伊2拜5伊有來，但2拜5伊就來，8點幾就來啦。你 try 到每看，你安尼看你 problems 是會 help 到你到個得落嘅 level 咯。你明白講咩？但我數你看你啦。我愛聽喎，毛菇巴打啷個有故事講？唔係，等，你 sacrifice 我，你食。
哟，无你日子我冇去買，我有甲你講嘛，講我去買 condominium 嘛。對，細間嘅 condominium 嘛。แล้วหมอกี้ลาบินเก่งเนาะเก่งแล้วลาบินยองอุ้ง嘅度較暗咯。แล้วสุสิคือจริงๆผู้有人講話你都ไม่即係無好開暗แล้ว開ลาบินแล้วไอ้ตัวกว่าเขาเองแล้วจะใส่กี่ว่าที่เก่งกว่าเขา一排嘅ไม่เก่งลาบิน嘅暗深無故意你聽到這名嚇？誒，我這先你聽講是紐約還是肯亞？你名未記，你名未記啊？你名未記啊？你mute掉嗎 Hello， 聽到無？對。啊，我名黃鳥，我都未記啊，黃總。係黃鳥。Hello。咱個個即係個學 B 個黃鳥個下掉定住來是啥嚟學嘛？學 B 黃鳥 ，OK 聊。做一個誒。啊，黃鳥下邊 email 聊都冇一個。我甲你講呀，毛毛菇，我甲你講哈，當今我帶你這邊位英國這個 flat 啦，你講到貴啊，是有影愛，人愛貴咋？因為我到這邊位，我才搬進來大，點啥事啊？我係厝誒，黃大仙就甲我講，你大啲早起，你甲我開你扛下包，你扛下包，你個等你就別開。冇，我係細你扛，冇愛貴。對。我甲你講，我聽做咩事？伊講我哋看啊，因為咱大嘅所在吼，像我到這邊位啊，好講冇聽2點就天暗啦，都來一個有一頭。啊，特別你本就開，你特別開，伊講你大概早起瞓醒，你開你個燈，真正要緊嘅。這是 very important， 因為有時你出來，你人無大嘛，特別你開條本好嘛。有一個關上個你講嘅，萬那愛去大咧暗嘅所在，你大咧貴所在，對唔對？啊，就是安尼款咯。你唔是講我聽過講人講，那是你厝貴時候，你厝頂有你就拆開起來，可以。對，你特別開你窗仔布誒，你阿面你個燈啊，暗暝你冚啦 ，of course。你講叫你日時你開有淡薄 sunshine 入來呢款，所以伊樣叫你開係較貴咯。一個中。後面，你頭晚有聽到我第八位 memory card full 了，睇到。後嚟點先我聽到啦，我做乜嘢我都冇聽到，我去講嘅。哦，哎呦，這潮啦，你咪聽到對啊，這要抄導講嘅嘅事件嘅咯，呢個冇。嚇，我知，我聽日愛聽抄導講嘅故事，不過聽日遲啲嘅。啊，一個蘑菇當今啊，伊而家聽到啊。喲，伊去到我厝哈，蘑菇去我厝，伊唔敢過我係你籠教嚟講。你係厝是頂擺咯，我錯白換對嘅掛個餅是冇。嚇，有一個講嘅，然後就要做。對，蘑菇是講我咪係籠教。伊講係你籠教真大咧，而且係你是講。哦，是講嚟嚇。伊 feel 會到，你看到？伊 feel 真好。伊個腳是菜。對，無伊是伊淡薄炒個，伊淡薄阿毛花本，當叫阿毛花了。哦。啊，佢叫不斷嘅咋？啊，佢哋往隔壁厝嘅呀，一仔一囝佢哋摩托尋8個囝ขุ落去，佢哋單位啊。冇事啦。伊好在無咩事咯，你話個人係咩去拖起來咯？話個人都好大厝啊。你怪當然做阿毛去啊啦。當然做阿毛去咯。哇！我老甲你講，我喺邊位啊？我朋友啊，講下你，但我甲你講，伊介紹我聽即個邊個學嘅嚟啊。伊去我厝啦，伊唔敢入我厝本呢，做咩事啫？伊講話神，你厝呀，唔知有徛工啊，有做啊，我厝就借我物件，你知喲？頂日我頂個厝嘅啊，毛菇。我厝喺你外口有一宅基嘅咋嚇？我甲我嫂講，我講大嫂啊，即幫嚇，只自動看到人喺隻喺隻門窗裏邊有一碗叫水咧，湯人嘅阿崩。你看到 YouTube 喎，你看到 Facebook 喎，咪是咯，上帝啊，咪是有抓咪個咯，水裏宅基嘅嘛，水裏睇得波嘅嘛。有嘅哩。
我袂玩數咯，就係我講我去，我那是要去當招，要去台咧咧就抓嚟教啊嘛死，數講你去笑嚟講你話你不要拖住你個去啊講。湯你婆婆啊？我教你婆婆湯嚟教啊。大媽臭豆講，哎呀冇啦冇邊人講啊講。誒講係啦，係講個咧謝你估我嚟講啦，我笑臉嚕嘛。哎呀，我就估無聽過我人講無啱位點聲，有時人講有時我做工啊。無啱點聲，誒你一個就是講一講嘅喎。你所以告訴我嘅聽。我所以真係告訴我甲你講，我所啊伊有請師傅嘅咋。有一道是我家己摕，我家己栽啊。我對去 holiday， 我住喺就我囝嘅房間，然後我所就住喺另外一個房間隔壁爾。規暝啊，一直直鈴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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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了就悶嘅咋。我講到時候，你半暝三個啷，咪死人鬼，咁亂我講。你伊就無驚第三個，媽咪啊，你笑喲！人媽常常去買塔車，你啷啷啷個天位。紅光叫伊。你知紅光世界冇你發，一廿一支喺你鈴啷鈴啷嘅嘛？誒，那是個有人過身了，我所就要起來念經啊，甲人超度。哦，伊免去啦，一直到第一房間嘅做掉。無，因為我所去就要。迄個叫伊起來3-4點，叫伊起來去暗暝啊，網球嘛是一個暗暝嘛，黃大仙嗰邊嘛。伊講你當天甲我去甲我念經念49遍，我所無法半暝3個叫起來去念經。哦。伊講迄個人過身，你就要去甲伊超度，這是好事來嘛。哦。這是功德來嘛。哦，我一個朋友嘅爸哈，伊本是伊唔是啲黃大仙啊，伊是叫人硬講嘅。伊爸本身係喎，伊爸講，哎呦，你咪講到專注 ，sorry cut 呢隻，你咪講到叫人聽硬講啊。我這邊北海啲咩家都呢邊有一個標真呀破嘅嘅叫人聽嘅，然後伊厝頂你知伊人厝頂放真呀隻statue 嘅嘛，叫人聽硬講，然後有牛啊，有樹啊，有啊，我特擺過嗬。有牛啲叫嘅啊！牛蛋啊！叫叫到牛啦，朋友嘛，看到毛牛叫我講我朋友嘅爸是安尼咯，伊半暝伊出來人知啊，伊成日半暝啊，囡仔咪佢來掉，佢就點要出了，換衫出了，你樣每做咩事咧？你暗做咩事你要出去？講我有人就需要我特別去。哈！但是有人個在講，伊是有個人成個歸死哈，你伊去甲人念經，還是對。一鬼還是較濟是人死嘅時去甲人念咯。伊出落來，我朋友伊在講伊爸是真嘅，特別咧，伊有全部影響到伊出來啦，是樣未曉事啦，樣家己成感覺就講，做咩事你安尼半暝出去，了有就冇。冇照顧我人出去，大漢呢，把你再講，伊爸是原來是去人嘅厝個人念，有人啥物，有人要死咧，也未過身啊，伊人窗口行，伊去念經係較好較勤行，愛清去哈，對愛勤行。伊就安尼這細漢個大漢咯，你伊爸就是真厲害咯，伊會看到，伊看到真濟物件啦，所以來我這邊美國是個。我哥甲伊個一間查某朋友是真係練的嘛，所以伊人哈，物件，你人就大啲上一間apartment的咯，然後伊有甲伊人講，那是你下來講伊個搬咯，他一間就是伊個樓下 basement 就窄個了，伊講介隻呢，伊講水本水袂掉啊。John，我甲你講啊，但是講有呢款嘅人啊，伊樣是做功德嘅，你知無？伊人做呢，可能咪是一個功德來咋？你唔捌係人嘅咋？做咩事你去做可能唔係人？所以這是一個功德來咋？所以有你物件，所以伊人家己本身有呢款嘅叫係咩啊？成講唔是特人會去做可能物件嘛？你當然你愛去做啦，你都冇得會做。特別有嘅人是伊樣 automatically 伊樣家己有呢款嘅身體。
去做互人有咧款嘅心態，款嘅成故去協人。你講對唔對？這是真好嘅功德嚟嘅，我感覺到啦，我唔知啦。所以因為真係物件你咁白，你就三唔清楚，對唔對？係咯。但我你看到佢毛毛菇甲我講嗰款物件啦，誒，安尼款物件你甲我講，我會使甲你所講。你講對，伊無甲我講，我唔知。別怪啦，你唔敢入嚟厝個，你是驚我喺度拗人交。係啦，而呢個是，個不要緊咗啦。我冇去一個 trip，我冇去澳門咯，其實我去倫敦咧，我去住 apartment 嘛。但係一樣 apartment 冇講真貴，有啲嘅4站3站嘅款嘅。然後伊人真按照個 energy save 嘅，伊人嘅 corridor 嗰啲啊。暗嘅 lighting 要暗嘅，所以你咩啫？伊 switch 咧，伊就開開，然後嘅 about 1 minute 咧，伊就個 off light 嘅咯，嚇。然後我哋就講未爽啊，按照按你看嘅樓梯個刺激嘅方式，嚇。然後我 apartment 嚇，伊嘅鎖匙開面多嚇，你唔是插入去就會使肯轉嘅咯，你喺慢慢啲邊可以撳掉伊個褲，你會使開啦。然後嚇，你知啊啦 ，ICI 就斜講啊，啲那邊嚇，伊到那邊你開未掉，開個定係你蝕，我個咁多，我多，哇！鎖匙就那麼擠啲那邊啊，睇到講，but 伊個開，我徛喺後尾，我 ready 到係你 switch 位，啊個有個步 away from the door，然後。開一時期嘅時候，我個慢慢去吹嘢 switch 啲就落嘛，出去打嘢邊。你知哦，嘢開一暗嘅嗬，未見過炸完嘢。哎呦，嚇！一路掟開嚇，啊一冇去。嚇，似哦，哎呦！食啲吧，你食食個領伊提示個領啊，哇！呢個未見過炸啊，個冇開啊，一嚟個邊啲。哇！今日我問你是有目睭，你未看到啦，你有比頂到個 sensitive 嘅。頂到時我感覺到衰嘅時間看到，when 大熱嘅時間看到。哦，當今你若是你成個當今你個接到，你個較上嘅呢係啊。較會咯，較點點會炸掉。好啦，你看對面咧學件事好嘅。冇好啊，尤其是。你咁笑，咱毛毛菇或者家真係咁樣講嘛？嗰一個第一特擺條債 ，you'll be surprised，唔是都標，你睇到咯？這是cinema。哦，期待。期待。你頭前伊有 audio， 大聲本好嗬？啊，好，即個更加明顯，伊坐喺你邊啊，會炸你。哎呦，我都聽無。嚇！我聽無一定去。你去看海基斯拿未？未去過啦，我嘛都無閒，我係才去。啊！我真係去海基斯拿看一個，我講條炸。迄邊古經無，伊較前是到 mega 嘟。哦。啊，啲 mega 嘟，然後第好笑嘅時候，去 toilet 幫照嘅時，有人徛條幫照嘅嘛。啊。呼機咧，徛喺你邊啊，看你焦焦啊！哦，嚇！伊炸魚啊，冇，伊無幫，咧伊就嘛炸滷，嚇炸滷咧，等陣伊就邊徛較遠淡薄，伊去看 Alex 嘅。你會看到伊頭？唔是，伊個 distance 會遠去嘛，你會 hearing 無，較明顯去啊咯。哦。嚇！陣間一徛哇，較徛近嘅你看。啊，呢個即係你咪講 explain，或者講你前面 topic 嘅時候。伊咱會較會明白，我明白你講明白，有可能人想安怎，那安怎伊講嘅聽聲，你會知物件到落，就是你若是目睭看袂到嘅時候，你會聽嘅耳啊，甚至於變較靈啊，啲比較靈。有啊，我係 doctor 有甲我講，伊講若是講你one part 無去了，所以伊會 move。即係 sensitive，隔了去白回 share 甲白。了你 touch 咧，你 feel 你係感覺身軀嘅感覺到 feel 到物件，你係較 sensitive 嘅身軀。但係你有物件換你嘅時，你再講有物件來，你看你免講動到你啊，一換口甲換你就感覺到誒。我感覺到，甲這是
我係超模咯，我冇感覺到伊動我咯，我是感覺到伊動我係超模咯。我一個朋友 ，actually 唔當到超模，特別你成日想鳥嘅 whisker 啊，那伊 feel 嘅 sense。我一個朋友是，我聽到讀你 sign language 是白嘅啦，伊是青咩個超人。哎呦，這有呢，我是真正配合伊人嘅，即看嘅人。你知我咋？你知啊？我看到安尼字我知嘅人啊，捌嘅人啊，免講時間啊，到啲 deaf club 嘅，我即隔了，我捌即幾，隔了我變隔了，伊是 one of the 歡喜嘅人，我唔捌看到人安尼 positive 嘅啊。是啊。我甲安怎講話呢？我甲伊講話時，我特別 sign 咯，我 sign 了，伊手冚掉我嘅手嘅，伊 feel 我嘅 sign 係咩物件？了時個 sign 到對係嘛？sign 到對我看到啦，所以喂。OK。特別伊又好聊我講聽，伊去試幾件啊，定之時候，咁我把你去紐約對嚟。哦。成個我呢隨款啊。啊，是啊，我朋友每你去紐約看，要看咩物件？哦 ，sorry 咯，未使咯，攞每日看一樣嘢咯。特別我人 deaf club 是，我 deaf club 伊人 join 是要嚟鬥下，只我人 understand 人嘅 deaf culture 嘛。呀。伊講一隻物件，你人目睭看會到嘅物件，耳聽會到嘅物件，我感覺到嘅物件，你是你人感覺袂到嘅。對。伊鼻數啊，你鼻都無成位啊，甲伊係成個人有目睭看人看。對。特別我前面時間講。冇特別好啊！嗬，我有估過超戲人甲會交嘅，了我個看無，所以我介意我未曉 communicate，我做未到，我介了做未到，所以變到伊徛一邊，我徛一邊 ，no friend。你咯，你再做你咯，iPhone 啊，伊就聽無啊。你 iPhone 你伊看有呢咯，係咯，啲看，但好陣時嘛，那有 iPhone，但是冇 iPhone。那個 iPhone 係做隻正嘅。呀。OK，小大啦，嗱我哋就會。哇，估到。哎呦，特別真好聽咯，這禮拜感謝我老趙出現嚟咁樣講抽到。即係出現就比較好嘅啦嚇。哦，好，你叫卡毛毛菇。浪，你講面大浪膠啊？浪膠毛毛菇。แล้วก็บ่มีเตี้ยวเตี้ยวบ่มีเตี้ยวกำเสียบ่มีเตี้ยว嚟บ่มีเตี้ยว嚟講嘢聽到一個แล้วก็Hello。แล้วก็今次我就唔講住，我有六幾個數。冇啦，我冇幾個數。我都聽啊，แล้วก็เองต่อจัง咯，冇清沙。應該都冇正衫啊！我覺得應該一困起啊！佢哋一頭碌係困起啊！應該掉，誒埋蝦冷靜，咁樣先就搞霉了！你車，應該掉你困起。好啦，我隻力你。我真叻啊！對啊，伊把你最難會真叻嘅。我都困叫啊，叫你把自己看在 YouTube 啊，我叫你亂呢。我叫你這樣，我有話冇？嚇，冇話。แล้วก็จ้ากง咯จ้ากง就冇嚟拜拜จ้ากง講拜拜呢伊就冇開聲แล้วก็我人嘅毛毛菇咯感謝拜拜幫你看下賣希望你看下這啊咁假這啊嚟走嚟講國數咯 OK แล้ว頭媽一間走去是最哦地都感謝啊！下禮拜佢都係收聽我哋新嘅話題，若是講你是特地喺幾時攞黑餅來把你家聽到呢？我特禮拜
一個月較濟有時講一擺，咧除咗成隻時笨蛋咪講，然後講一禮拜一到講幾個故事咯。咱若是有講有故事要教人講咧，要互人聽咧，你會使教我講，然後你幾日先來參加錄音嘅時，梗係來教我講你幾個故事。拜拜，拜拜。John 咪拉冚掉啦，拉冚掉啦，睇咩唔รู้มีกินHello. Oh my god！ 哇！拉冚掉喂！你啲差唔多咪5點啊，落夠。你聽自己夠6點。我1點先5點啊，4點半啊。OK。我1點先4點半啊，就是攞下邊5點半，差唔多咯，成個定節咧嗬。係定自己啊！拉冚掉喂，拉冚掉。阿妹個，等陣阿妹同人講，攞嚟上啲 YouTube 聽咧。那到 YouTube 聽咧，這邊咧就是定一禮拜 show，但是你 miss 掉去，然後這邊就是 subscribe 咧，訂咧正咧有 live 片條時，個人通知啦。一啲正時去買 T-shirt，感謝咧想聽 YouTube 嘅人，哇，等個6人聽過。